谢许多前人辈们为道牺牲奉献的精神。那以及我们前人多位人士的引导，还有很多讲师在后学成长的这一路上给予后学很多的鼓励慈悲。那也要感谢今天我们义和圣堂有这样的一个营队，那也才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那后学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后学在补习班成长的一个经历。那因为后学从大一到就是考上嘉义大学之后，刚好遇到我们的补习团8月15人理补习团，后学是在人理8月15中秋节的时候成立。那也很巧的，在那一年后学刚好考上嘉义的学校，然后有机会就是搭上这条法船。那后学呢，就从大一到现在，在补习团学习的时间大概有7年。那后学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今天后学的时间只有20分钟，那就是如果时间快到的话，可以提醒后学一下，因为后学不知道就是大概要就是从几分到几分这样子。那后学大概分享的是，后学自从接触补习团之后，跟道场的缘分才从此开始。那后学的生命，后学觉得也是从此不同。那从一刚开始，为什么会接触到补习团？后学其实在大学以前，就是刚才罗芳学长所介绍的，虽然是道场的子女第2代，但是一直都对于道场很陌生。那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有学界的一些就是班会，但是后学其实很少参加，然后对于道场其实也不是很喜欢。那一直到接触补习团之后，才有开始就是在道场学习。那后学接触补习团的机缘其实还蛮奇妙的，就是后学考上大学，然后刚好在嘉义那边的一个前线，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后学的手机，然后打电话联络后学去参加一个那时候学界的一个我们的承德班这样子。那这一段姻缘其实后学一直还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位前线跟后学完全不认识。那后学大学以前也都没有在参加佛堂的活动，所以其实佛堂的前线也都不认识后学。那他手上怎么会有后学的手机？那这个就是疑惑，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嘛。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电话簿里面就出现了后学的手机。那后学常常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然后牵引着我们在补习团、在佛堂相遇。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刚才的后学的第1张照片。后学印象中好像有参加过一次，刚才听那个我们黄领任介绍我们义和跟那个南星一起合办营队的那个照片。后学在想里面可能也有出现那个很小很小的人头在后学就应该在里面，就是很久以前后学印象有一次好像有参加过，但是呢跟贝慈还有大家不晓得认不认识，就是隔壁的这个少景学长，跟他们其实都不认识。但是呢，却因为有补习团，认识了这2位伙伴，还有其他的那个伙伴也是，都是我们南星道场的一些就是学长姐，但是在接触补习团以前，我们都不认识。那后学一直在想，也许是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曾经有过坚定不移的约定，所以这样子的相遇，它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必然的安排。那后学从和补习团的缘分是从围着饭桌吃饭开始。那时候的人理补习团因为草创，就是才刚开始，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然后每天到补习团呢，就是后学印象中就是去吃饭而已，就是很单纯的去吃饭。那当然那时候因为已经有佛堂，所以还包含线香跟吃饭。那后学呢的线香的礼节其实也是在补习团学的。在高中那时候，其实道场都会开一些礼节班嘛，那也断断续续的去参加过几次。那其中其实都不是很积极的想要去学会，因为觉得没有不会用到，因为那时候学家还没有佛堂，然后就觉得学这些礼节，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学这
的一些理解呢？那时候就是到补习团之后，然后当然很自然的，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想嘛，那才发现说，哎，原来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在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学会了理解，或许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去学习，那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积极。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单纯的到补习团吃饭这样子。那可是也因为在补习团吃饭，所以更加深了就是彼此之间的感情。那在那个时候呢，并没有这么多人。好，在这边小小的角落有一个2009年，那个时候是补习团大概已经2、3年之后的，然后才有了这么多的人。刚开始吃饭呢，大概只有3个人、4个人，那我们还是就是很坚持的，每天晚上都要到补习团吃饭，然后就3、4个人一起下厨，然后那时候也都还不会煮，就是大一嘛，在家都被服侍的好好的就是爸爸妈妈都会煮好饭菜啊，然后其实也都不需要去做一些家事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们到了补习团，所有的事情就像一个家一样，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这3、4个人要去承担，要去负责。那个时候呢，其实只觉得一切都很新鲜有趣，因为毕竟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所以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缘分，然后开始。但是呢，到补习团就是只有吃饭现象嘛。那因为佛堂，在佛堂不是只有吃饭现象这2件事情而已嘛。那我们还有很多的学习成长还有很多的了愿要去做。但是呢，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做的时候，我们会就只是可能跟着学长姐的脚步。那从认识技工老师呢，是从补习团成长开始。那后学记得那一年，后学升上大一那时候是9月，那我们那一年的补习团成长营是10月的样子。那时候才刚接触补习团1个月。那在那之前其实也都不知道，就是补习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后学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的负责讲师也讲师就问后学说，我们10月份有一个补习团成长营，然后问后学可不可以去参加这样子。那后学当时就很疑惑啊，补习团成长营到底是什么，然后要去做什么？那2天的课程，才就是让后学那天后学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反而不是课程，而是那一次的晚会。那一次的晚会就是经由唱道歌，然后还有读了好像几段的圣训，然后后学就是莫名的在那一整个晚会就只是读圣训跟唱道歌，然后就一直掉眼泪。那后学就觉得，就是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内心会有这样的冲击，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感动。那后学后来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机缘成熟，也许是就像刚才后学所讲的，在某一个时空里面，我们已经就是曾经跟技工老师有过这样的约定，要一起来到补习团，然后来学习承担。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一次的一个营队，你那时候才2005年，距离现在2013年，大概7、8年前。好，那从那一次的营队之后呢，其实后学就开始觉得说，自己应该要学习付出一些什么。但是呢，因为才刚接触补习团1个月，也可以说是才刚可能接触佛堂1个月。那在这1个月当中学习到的，其实还有限，那所了解佛堂的也还有限。但是后学就一心很想要，就是可能为技工老师分担些什么。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晚会当中，然后了解到说，原来有一位先佛跟我们的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那可是呢，就是都还很就是认识的都还很粗浅。但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后学开始会想要去上课。那所谓的上课就是我们来佛堂过班，然后后学发现每一次到佛堂过班，每一次
是就是可以感受到自己内心灵的一个成长。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成长，然后开始知道说自己应该如何去付出，如何去可能去带领身边的同学，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沐浴在佛堂的这样的一个天恩当中。那所以从后学在高中以前，就是一直都是一个还蛮不善于人际的一个人，就是后学很喜欢自己一个人默默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不去管身边的一切发生什么事。那自从那个时候就是参与普师团，然后开始觉得说，后学觉得应该要把这一份感动分享给大家。那也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去邀约就是身边的一些同学啊、学弟妹啊、伙伴，然后一起来参与佛堂的活动。所以后学可以说就是现在比较跟后学就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其实都是从大学之后，然后慢慢去结识的。像就是而且在伙食团所认识的一些学长姐啊、伙伴，其实都会让后学觉得那是一辈子，然后都就是不会忘记的好朋友。那因为我们在伙食团当中，不管是吃饭啊、办活动，都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黄丽珍分享，在伙食团的时间真的非常的长。那我后学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大一、大二那时候，大一课很少，然后就是只要上完课，然后就是往伙食团，上完课就是伙食团。所以后学那时候的那个生活圈，就是除了上课，然后邀同学，然后下课就回伙食团这样子。那后学的同学也都知道，就是平常晚上在学校是看不到后学的，就是通常都会知道后学晚上就会到伙食团这样。所以在伙食团的时间非常的长。那所以在伙食团的学习其实也是非常的自然。然后在伙食团很基本的就是厨艺，因为我们每天会开火嘛，所以每天都会去煮饭。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才伙食团刚开始，对人力其实没有很多。然后后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后学跟贝子两个人，然后一个人在煮饭，然后一个人要出去载学弟妹，然后载完可能后学去载完后学的学妹回来之后，后学就继续煮，然后就换贝子去载他的学妹这样子。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就是去分担那一些4分钟吗？好，去分担那一些工作。那在那当中，其实虽然说也会感受到身体的那个疲累啊，但是就会觉得心灵是很充实的。好，那当然在伙食团不是只有欢笑嘛，在当中我们会有争吵、有感动、有扶持，然后会有互相的磨合。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幸运，可以在伙食团认识彼此。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心灵的成长。那在伙食团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自己并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后学刚开始就必须去突破自己，必须去跟别人就是必须去主动跟别人交谈，然后去邀约同学。那这些其实都是后学必须去突破的事情，但是后学都尝试着去做。那做了之后呢，也才知道说，其实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然后也就是因为后来人当然就越来越多嘛，不会永远只有3个人就4个人啊。那人越来越多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去学会的就是包容，因为这么多的人，然后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然后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可是却必须共事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所以必须学会包容。好，没有时间让大家找，或许自己承认，或许就是戴着面具的那一个。那或许觉得呢，为什么用这张照片来代表学会包容呢？因为就是必须去隐藏自己，也不是隐藏，就是必须去学会退让，不是永远都自己去出头。好，然后学会承担。或许在这一路上，就是因为在伙食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讲师他们很慈悲，会给我们很多可以去承担、去学习的机会，那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迅速，然后也学会了感恩跟付出。好，那
也有提到的酸甜苦辣百味俱全，就是不管是开心难过的，其实都有。那可是，在那当中，就是必须自己去走过，然后才会懂得那个各种滋味。所以有一句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在那个98年的50团成长营，然后是在就是户外。那或许觉得在每一年的班会，每一年的成长营当中，就是我们会看到旧面孔，然后看到新面孔。那这代表就是我们可以接引更多陌生的人，然后来加入我们。那如果后学其实已经毕业了，然后后学还是一直在50团，一直在投堂。那后学觉得为什么呢？后学自己觉得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群陪我走过很美好回忆的人们。那也因为这里还有更多人需要后学，所以后学觉得后学会一直在这里。那最后呢，如果有讲不圆满的地方，或许我上天慈悲赦罪，那也请各位讲师、各位学长姐姐，或许多多慈悲指正。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学长的分享。然后想在我说就是这么样子的温馨跟可爱的，然后就会有很多我们道场的下一代，然后就是因为我算的关系，然后他就投入道场里面了。那如果说您是学生的话，那真的在火车团认识的朋友啊，是真正的一辈子的朋友呀。像刚大家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一群人火车团的一些那个创团的学生啊，那其实现在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因为毕竟都毕业了，有些回高雄，有些回台南，然后但是他们还是久久就会大家见面，然后聚一聚，那打打闹闹，吃吃喝喝，还是觉得很开心这样。那你可以去想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前的小学的同学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大概很少。但是呢，在火车里面，认识到这些同学朋友，相信10年后、20年后，都还是会有联络，因为我们有道的牵引啊。好，那在火车团是不是只有道长的下一代？并不是啦。对，那我们就有一位那个麒麟学长，他呢是那个贝茨学姐的那个班上的同学这样子，学弟。对，就是后续应该是同一个指导教授吧。对，就是那时候贝茨学长他在那南华念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是同一个指导教授的学生这样。对，但是一个是学姐，一个是学弟啊，不然好像学弟比学姐还要早毕业这样。一定是要讲这个。没有啦，学姐后来指出怀孕这一招还是没有毕业这样。好，但是后来还是毕业了，最后就是带着小孩子去跟老师苦求，然后老师都把他离开南华了这样。对，好，那所以第一位就是我们的那个麒麟学长啊，我们就掌声欢迎他来领奖。
那里的笑容。所以，当然一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地方，这一个地方人很好，就像一个家。那之后，就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学长就会直接的跟你说一些话，比如说，其实你知道什么叫点心灯吗？不知道。你知道求道很好吗？好在哪里？那之后就后学的理事也就讲师就是有跟后学讲什么是求道，什么是点心灯。后学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后学是说是婉拒的，因为对于刚认识但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的人，然后就要去点心灯，其实是有点恐惧跟害怕的，但是他们还是很热情的持续的邀约，然后请后续去参加一些活动。那后续就觉得，久了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点心灯他们都说很好，而且这里的人都很好，应该不会被点了就被卖掉吧？所以就抱持着一个好奇心，就去听看，然后就在前贤们的指点下，有一天就去求得道这样。然后那一年是2009，为什么要扯到这位美国总统呢？因为不是他求得道，是2009年那一年，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的总统，然后在那一年他宣誓了就任这样。他后续是在那一年求得道，那是在农历的2月26号那一天，他是我们的永芳总师慈悲跟后学总三宝。那后学当下求得道，学长也会说，就是求得道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应。那后学就觉得，那时候还没有淡定这个词啊，后学那时候就觉得，后学需要去思考，就反应有点冷淡这样。对，然后后学其实后学那时候，研究所，然后会因为比较着重于课业，就慢慢觉得，宗教好像不值得去多研究，去多琢磨。然后再有一次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就是说，一位诗人写到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信仰的时候，那后学就吓到说，当我决定不接触宗教的时候，竟然有人会愿意入后学来求道。那后学之后就觉得，就好像得到一个解释，然后释怀，然后去接受，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因为真的什么，就算听了一次三宝啊，其实也没有很了解。那后学有疑问还是会想说，不如问妈妈好了。那后学就问我妈妈说，妈妈，你有听过求道吗？那后学妈妈说有啊。后学就奇怪，你怎么会知道？那后学就问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因为你们小时候我就带你们4个小孩一起去求过道了。我说求过道了。然后后学就很讶异说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这样？那后学的妈妈也很可爱，就是说就批评的真的讲袂使讲出去啊。就每次听完三宝都会说，这些以上这些都可以讲出去，所以我妈妈也讲。那后学当然也想要求证，就回家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就跟妈妈说，那你求到了，应该有求到卡。那我妈就很谨慎的拿出5张求到卡，对，或许不知道原来自己曾经求过到，但是完全没有印象，就觉得然后在道场中，我听到前面说过一句话，就是济公老师说的就是不管在哪里，老师都会找到这样子。
所以或许来说重接金线，然后又回到了这里，然后是走入了这个火车团，然后学习这样。那注意之后呢，请选职就让有诱因就是说因为是外地来的，都要住宿，那想说看能不能找一些比较便宜的宿舍，那前期这种可以说补助，住进火车堡很便宜哦，包吃包住，然后包玩，然后又可以学习成长，然后就很吸引候选，所以或许在那101结束之后，有人就住进火车团这样，然后就学习，就觉得火车团是一个几乎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包含到了，对，就学习吃素，然后服装啊，就像或许现在这样，就是上班的时候有服装的要求。那住进火车团，火车团也有安那个佛堂，那也或许也是在火车团内才把礼节学会，是利用森林哥的那个暑假的时候自己默默的练，自己就是自己去学会礼节这样，然后当然也是有学长姐直接教导，慢慢学。那洗的部分就是这是我们火车团的一位讲师。3. Three treasures for new doll receivers。大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 2500多年前，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于是他放弃了王位及荣